担心在地人在地前要来关心农友，小型农机像这个割草机啦、电机等等这机械咧，拢是农友精力产能重要的基石。要不过若歹去呢，歹去拢足好找师傅来修理。所以讲有一位青农叫林俊基，专业邀请专门修理农机的团队去庄仔来教，对咧现场修理各种的农机，嘛培养在地修理师傅。 农民和老师做伙讨论这台海器农机要安怎修理，这是高科湾园青农林俊基主办的农机修理工作坊，邀请专门伫咧农机维修各系团队来到庄内和大家交流。可能减一个摊房安尼尔，我就去换一个摊房安就好啊。对我来讲，做帮助就是讲，你的小毛病吼，伊会教你讲要安修理，安怎去装。这位穿感觉色工作衫的老师，单工费超过80岁，过去是伫咧屏东科技大学做老师，退休了后投入甲农民维修农机。因为即马还能有少年人要来做这道，伊就转台湾南北二路走透透，甲农民要安怎修理。无农机就无农业啦，农机行哦，固定迄几间尔，因为少年的即马无爱学，嘛无人教。 农机修理工作坊会个活动，有兴趣农民会当上高溪乡湾园村的编册，找寻相关资讯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